全调，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顶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嘿嘿呦，嘿嘿呦，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妹，哈利路亚，阿妹，各位可以来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当我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当我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是因有苦，也必不怕遭害。爱我哟，嘿嘿哟，主已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当我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呦，嘿嘿呦，主已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
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开口献上感谢赞美的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我们主。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一切，求主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一切有主的同在。主啊，我们要永远住在耶和华中间，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约翰福音10章中，耶稣留下一个震撼的宣告说：“我就是门。”这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美好的应许。你是否进到这个门里面，还是你在外面徘徊呢？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
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让我们再次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的名。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是的，主啊，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主啊，当我们再一次聚集敬拜的时候，愿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圣灵来，求你亲自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今天的当中，主啊，在今天敬拜里面，我们能够与你相遇。亲爱的圣灵，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有领受的心智，来再一次领受神你的话语，更认识你，活出合神喜悦的生命来。主啊，你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要献上感谢，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在这里面建立个因传跨国文，助力感谢，助力的生命啊！是啊，主，我们奉献感谢的祭在你的面前，我也要呼叫你的名。主啊，我们时时警醒，你来祈祷，对来表明阮的心意，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宰，阮一生的路拢在你的手中。求你引带阮，主啊，互阮会当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阮选择我们倚靠你，互阮知通行的路，因为阮知，哦，主啊，阮的心仰望你，阮就要有毋忘。主，感谢你。心有
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有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罪。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罪。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真多你欢喜的罪。是啊，主，这是阮的心所渴慕的。愿阮会记得那香摆在伫你的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罪。愿主圣神即时进入伫我每一人的心中，主啊，互阮的心全灵会当你来拥抱，主啊，拍开阮的心。搁一届领受对主你来的话，建造阮的生命，互阮会当活出得胜的生命，活出互主你欢喜、荣耀主你的名的生命。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姐妹，请坐。这是咱来吟一首圣诗，圣诗27首，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是将来望，互阮闪避大应风台，引徛安稳所在。请咱起立吟全首。
你着一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来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转复化甲先知的总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即是咱幼王徛者，咱三甲来感谢。主比疼痛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你是我的牧者，你是，阮拢是你找倒来的羊，互阮会当逐摆，拢会当孝顺主，你用宝血为阮赎回。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食做你的百姓，主啊，互阮会当透过今仔日的主旨，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要对阮讲的话，互阮伫逐日的时间拢会当。孝顺主你的话，轻佻甲主你三甲外靠。阿爸天父，阮将阮手所做的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甲阮支持。阮知阮无到遐的所在，求主你真侪阮的帮助。阮将所有的拢摆在伫主你的面前，阮来到你的面前，拢为着要来感谢、来敬拜你。阮将安尼的荣耀、将权力拢摆在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好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请坐。即是咱来共读考验文23篇，考验文23篇是记载伫诗篇118篇。现着我来刻，请咱来引。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着甲我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会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乞杀的石，已经成做出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啊，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咱即时来看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0章。约翰福音10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0节。现着我来读。我是甲恁讲，李油条无对迄个门来对别个所在搬过的是贼，是公道。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讲门的甲伊开，伊听伊的羊听伊的声，就随命叫家己的羊带引出。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对伊，因为入捌伊的声，决断无对车混人，就是闪避伊，因为无得认车混人的声。耶稣用即个比喻，甲因讲，因毋知伊所讲的是啥物。第7节，所以耶和华阁甲因讲，我是死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既若但是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里也得到羊草料。贼来，毋嘛是爱偷、爱杀、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即是要请
花端的来分享伊的题目是“我是主羊”。弟兄姊妹平安，你敢是主的羊？你安怎知影？安怎知你是主的羊？安怎知啦？安怎知啦？安怎知影？哦，主耶稣对你讲的，吼。你要安怎知影主耶稣咧点名的时阵有点着你无？有吼？安怎知影啦？你要一个人知影叫你的名是爱安怎？伊甲你有关系啊，吼，比如讲老母看到即个幼稚放学的时阵，敢会认出伊的囡仔里底？绝对知影，迄声音啊，听到伊的声就知影伊的囡仔里底咧叫妈妈的时阵啊，吼。所以兄弟姊妹，当你讲我是主的羊的时阵，那安尼，咱爱来思考看卖，你敢有对即个主有熟悉？你甲即个主的关系敢有遮尔啊亲密？你安怎知影？你敢有行伫主爱你行的路？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气力成做阮生命中的力量，互阮知影。主，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灾厄、困难、委屈、挑战，愿我们搁一摆奉你的名来成做阮的祝福甲帮赞。也愿主耶稣你的话语帮赞阮、养赐阮，互阮搁一摆对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搁一摆更加明白主你要对阮生命所讲的话，也互阮有圣神的智慧伫阮正大家的中间，互阮会当真足听，互阮的心会当来拍开，更加明白上帝你的真理，求你来更新阮的生命，无搁有旧的观念伫阮的内底，因为主你是最心事的上帝，因为主你是充满要来底新酒的上帝。主啊，阮也要备办新的器具、新的器皿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恩膏点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尼祈祷，阿们。当囡仔还未开目睭的时阵，也是讲当囡仔还搁离巴肚内的时阵，毋知有老母拢伫遮啦吼，有生过的老母拢知影即个囡仔你甲伊讲话的时阵，伊离巴肚内底有可能会甲你互动啦，听有你的声，会甲你读啦，会甲你互动啦吼。所以囡仔上先发展的吼，伫咱妈妈的肚子里面啦吼。上先发展的就是即个听觉记忆啊，也就是讲伊咧生大的时阵，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吼，就是即个伫巴肚内底的时阵，妈妈若咧唱歌吼，也是讲爸爸伫边仔咧对妈妈的巴肚讲话的时阵，其实即个时阵，即个小 baby 就一定咧听妈妈的声音吼。虽然伫即个婴仔的世界中间是无语言的。伊无法度听，知影讲到底妈妈咧讲啥物。不过，伊透过妈妈的即个声音，即个活在伊巴肚内底有即个水泡啦，吼，即个羊水，也是讲妈妈的母体组织内底，伊虽然听无介清楚，不过伊有一个频率，伊知影即个是妈妈。所以当妈妈的心脏咧跳的时阵，迄个节奏伊听有；妈妈迄个血咧流的，迄个血液流动的声音，伊也听有。妈妈咧喘气的声，伊听有；妈妈伊也知影妈妈即马咧讲话啦。所以老母的声音是即个小 baby 伊伫巴肚内底一个安全感啦吼。所以为着要证实即个讲法是真的啦，吼，咱过去对1970年代就开始有做的即个科学实验，拢有证实哦，吼，就是讲囡仔一出世了后，伊就随时会当辨认出到底谁是催婚人。像是伊的老母，吼，所以咱知影讲囡仔伊自细汉就知，迄是因为虾米？伊甲伊的老母有一个真好的关系，佮亲像咱共款，咱一路对囡仔的时代慢慢成长长大，咱拢会当清楚明白听出老爸老母的声，咱会当清楚知影你厝内底的人的声到底生做啥物款，因为咱甲咱厝内底，咱的老爸老母有亲密的关系啦，真自然而然，咱会当知影，一听到即个声，我就知影这是我的阿嬷；听到即个声，我就知影这是我的阿公啊。吼，那安尼，你敢有听见主的声？
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象到，就是讲咱伫即个世代的中间，有足侪声音呢？有足侪声音，毋是干那讲你听会到的声音呢，是你心内迄个耳孔也不断的接受啦。有足侪声音，随时拢咧爱咱咧听，听即个世界咧甲你讲的消息，听即个世界咧甲你讲的价值观。听即个世代，不断即个影片，也是讲即个演讲，也是讲即个新闻啊，随时咱拢咧听。兄弟姊妹，有常常有侪时阵，咱的媒体咧报即个新闻的时阵，一个标题叫做互咱安怎跳入迄个坑内底，因为安怎，咱看到就安怎相信啦。咱无法度安怎去查证讲即个消息是对还是毋对，即个观念到底是好也是毋好啦。所以咱因为即个资讯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互咱踮伫即个所在，即个世代随时拢听到侪的声音。那安尼，伫遮尔侪声音的中间的环境，你敢有听见到主咧叫你啊？伫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是耶稣的比喻的其中一个比喻。耶稣讲到好的牧者伫羊条的教导啦。看起来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哇真温暖一个牧羊的吼，咧照顾伊的羊群，伊真疼伊的这羊仔囝，是敢若亲像一个真温暖真好的故事。不过耶稣其实要强调的是啥物？伊带落来你甲我性命主权的问题啊！兄弟姊妹，你的主权在伫倒？今仔日咱看见耶稣基督，伊用羊仔要来讲即个比喻啦。咱看到即个羊仔真古锥呢，有人看过真正的羊仔无？其实羊仔吼，伊天生温驯啦吼，伊吼缺乏这个自我的迄个什么防御能力啦，伊无亲像猫仔有会当咬的啊。伊无亲像迄个有迄野真内会当共教的啦吼，所以当伊拄着即个野兽要来甲掠的时阵吼，其实伊无任何的反抗能力，也就是讲，即个羊敢若会当走尔啦，不过走会走输人无？会走输人呢？羊仔咧走嘛无介紧呢，也就是讲，即个羊仔即个羊仔囝其实是无法度真简单，会当来逃走伫即个要来甲伊掠的恶者，也是野兽的手啦。也因为羊，伊是一个弱者，伊无强烈的方向感啦。也就是讲，当即个羊仔咧行做伙的时阵，雄有即个野人来的时阵迄个羊仔是安怎？四界撞啊！四界黑白走，看咧野人到底是掠到倒一只安尼啦。也因为安尼，其实因有一个高度社会依赖的本能，什么意思？因拢群体行动啦，因拢爱行做伙，因无法度一只安尼行，因拢爱行做伙啦。所以你若是有去过亲近农场，你会当看到迄个羊仔拢爱一定行做伙，所以咱看到讲羊仔中间咱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领头羊啦。即个领头羊什么意思？就是讲即个羊群中间一个有较有即个胆量的羊要来正做迄个带领方向，要来找食米的迄个领头羊啊。不过兄弟姊妹问你羊仔个拢作戆的，你对即个作戆的中间找一个要来带头的会安怎？会带毋着路无啦？会跳落这个山骹尾啦，这个效应是什么效应？个羊群效应啦。兄弟姊妹伫台湾常常会看到这个部分啦。譬如讲明仔载卫生纸讲无啊，咱就安怎真紧张啦，要赶紧来去囤卫生纸啊，迄个投资明仔载人甲你讲爱买啥物，咱个安怎紧来去买，带人看人安怎个对咧买，这个羊群效应啦。这个是因为安怎受到行为甲思想的关系产生的从众行为啦。也就是讲，这个带头的羊，伊若是无方向的时阵，一只若跳落去，其他拢做伙跳落去啊。兄弟姊妹，那呢，咱咧对象啊。咱敢有可能对着一个领头羊，毋是好牧者？因为羊仔需要牧者是安怎？要保护咱的安全，要保护羊群的安全，要互羊群知影方向伫对，
要互羊群知影，要为地行，较袂拄着即个野兽来甲恁食。所以羊群伊需要牧羊的来指向即个方向。咱若有看过即个清境农场，还是大农场，迄牧羊人一出来的时阵吼，伊也咧分猪仔的时阵，哇，迄羊仔拢安怎就知影要去地啊啦。后壁个迄牧羊犬有诶较戆诶吼，迄牧羊犬家己后壁安尼赶。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看到羊群吼，伊也听到即个牧羊人的声音吼，伊就知影伊的主人伫地。是安怎又要安尼讲咧？咱来看即张图啦吼。过去的耶稣基督迄个时代吼，因的羊条亲像安尼啦吼。不过因是安怎？真侪牧羊的拢甲因的羊放伫一个羊条内底，所以即个牧羊的吼来吼，要找伊的羊仔吼，伊就安尼哭啦吼。羊仔听到伊主人的声音，就知影讲放草的时间到啊，吼，要啉水的时间，要去洗洗的时间到啊，因就安怎？一个来找伊的牧羊的所以今仔日耶稣比如讲到讲，若是有一个人要入去即个羊条内底，若是无对即个正门入去，对别个所在爬入去的，迄个人就是贼啦。兄弟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伊互咱知影讲，咱的生命中间有贼，有强盗要来吞食咱的生命。这是一个第一个辨认方式啦，就是讲到底这个人有行正门无啦？所以耶稣你再讲到这个正门这个大门口是一个界限啦，也是一个合法性的、正当性的，也就是讲，伊若是真是一个好的牧者、牧羊的，伊要安怎走旁门左道啦？安怎伊个会走正门啦？所以对大门入去的，才是牧羊的。独独唔敢行正门的，迄个就是贼啦。第三节，耶稣佮讲，看门的就要甲伊开门啊。除了这个看门的开门以外，第二重点来羊仔明捌伊的声，牧者会按照羊仔的名来叫伊的羊仔，甲羊仔掠出来、引出来。我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的时阵，真正好牧者伊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名叫什么名，咱的个性、咱的特质、咱的优点、缺点，伊清楚会当分辨出来。伫这个羊条内底，到底第几只是伊的羊仔？然后羊仔也需要认得牧羊的声音啊！你有记得认得出来你的牧羊人的声音吗？若是羊仔伊无法度认出这个牧羊的声音，哇！这个牧者无论安怎叫，安怎喊，安怎伫分科时拢无法度，因为伊毋捌啦。所以咱看见讲，这个牧羊人甲这个羊仔是建立一个双向关系啦。什么是双向关系？毋是干那牧羊的咧听这个羊仔哪尔呢？是这个羊仔也爱安怎？甲这个牧羊的有真密切的关系啦。才有法度安怎？当你的主咧叫你的时阵，你才有法度听见主的声。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其实咱手机爬咧，就安怎会当看到逐款的评论、逐款的消息，给逐款，尤其伫 AI 的时代啦有看到这张图无？其实咱有即摆有侪影片互咱无法度分辨出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啊，看袂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幕后的时代，其实耶稣基督讲什么？有侪假的先知、假的教师要出现啦，互咱无法度分辨清楚到底真相是啥物？到底若是以后有一个 AI 耶稣出现的时阵，你敢会抓准讲耶稣真正来啊？不过耶稣基督一定对你甲我讲，伊要来进前有侪的应验啦，有侪的征兆啦。那安尼，你敢知影？所以咱看到讲有侪的影片是经过剪辑啦，经过这个去脉络化了后，无法度互咱看到真实性啦。也就是讲，伊要呈现的，就是要互你看的迄面啦。往往有可能侪时阵会违背圣经的教导呢，有可能是甲咱的信仰有挑战的呢。
有可能咱一看看一摆袂要紧，明仔载佫继续看到相关的时阵，咱的思想、咱的价值观有可能渐渐就被洗脑呢。若是咱的性命对圣经无了解的时阵，咱就无法度有迄个敏锐度，知影讲，即个毋对哦，甲咱所信的即个圣经教导的无共款啊。当咱无法度清楚分别的时阵，特别咱无读上帝的话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知影是安怎样。圣经中的10诫讲啥物？除了我以外，毋通有别个上帝啊！兄弟姊妹，咱有可能不知不觉安怎就袂记你即个诫命？特别咱伫即个华人的社会中间吼。我听过基督徒吼，讲要加头毛爱看日啊！基督徒加头毛爱看日啊！我哈，你爱看日较加头毛哦？讲迄几点加头毛吼，是物吉凶大凶啦吼，安怎当时去加吼较好啦。是讲要出门进前吼，来看一下新闻呢吼，下骹有迄个星座运势，今仔日我双鱼座，我爱穿青色的衫。带来给我幸运，那个财力，还是讲迄袂爱穿防小人的啊。兄弟姊妹，咱来想想啊，到底咱咧信的是啥物啊？咱若诚做基督徒咧七月暝的时阵，搁咧惊晒衫。那安尼兄弟姊妹，你敢有袂记你上帝讲啥物？除了我以外，无有别个上帝啊呢？咱所信的上帝，是迄个独一的上帝啊！不过，咱的思想有可能是安怎？将咱所信的上帝信一个真细啊！将咱所信的上帝，咱所信的主耶稣，信甲亲像耶稣无跟我共款啊！兄弟姊妹，你甲我所信的迄个救主耶稣基督，一定对死人中跟我。你敢有清楚知影？耶和华讲：“我是耶和华，伫我以外无有别个上帝，伫我以外无有别个真神啊！”伫这个世界的中间有无共款的价值观？伫这个消息，这个价值观就亲像这个贼共款啊！伊伪装亲像安怎真理的模样，咧甲你讲你的正面，你的安怎样？其实背后伊有伊的目的性啊！咱敢有迄个警觉性？一听就知影讲，这敢是主的声音，这敢是主的教导。兄弟姊妹，咱看到经文讲，当这个伊我拄着车混人的时阵，伊第一个动作是啥物？避逃跑啦！什么叫做避逃跑？伊听到这个毋是主的声音，毋是伊牧羊的这个声音，伊就随走，因为伊知影这个是车混人啊。不过，咱有可能安怎？听到了后，佫戆徛踮遐。今仔日圣经讲扬避逃跑，这个避是啥物？当这个羊仔一听到了后，他可以果断的马上就会当分辨出来，这个毋是伊的牧者。咱敢有亲像这个戆戆的羊仔共款，听到了后，佫毋知影讲这到底是毋是主的声音，佫伫遐咧甲确定啊，佫伫遐戆戆，伫遐咧说玲珑啊。兄弟姊妹，当你甲我的性命，若是甲主耶稣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的时阵，你随时就有一个敏锐的心，知影这个毋是主的教导，这个毋是主的声音，你随就要安怎回头离开啊！这是一个羊甲伊的牧羊的这个牧者亲密的关系极致的表现。佮亲像囡仔，伊知影伊的老母是啥样啊？佮亲像这个婴仔知影妈妈是啥样啊？伊知影伊要对迄个甲伊真亲密的迄个人。那安尼，咱敢有法度随时认出主的声音？咱敢有法度果断立即分辨出主的声音啊？兄弟姊妹，所以咱要来看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啊！”咱看见讲头前这个第1节到这个第5节，耶稣讲迄个比喻了后，门徒也阁无法度了解，所以耶稣阁安怎？要过一摆进一步，要来甲解说到底耶稣所讲的是啥物？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
兄弟姊妹，羊的门就亲像即个羊群，伫即个羊条仔内底的时阵，伊袂乌道安怎逃走出去？伊袂乌道安怎？互即个迄个强盗安怎撞入来，要来甲因偷掠？所以耶稣伫遮宣告讲，伊就是保护羊群的迄个门啊！伫耶稣内底的羊安怎会当得到完全的保护，得到生命的供应，得到救恩的应允啊！伫耶稣基督的即个羊的门内底，会当自由进入食草呢？那呢，兄弟姊妹，就算讲你一定有未来，你出去食草的时阵，会袂记你回来无？会袂记你呢？你有可能会行毋知路呢？咱的信仰安怎无限制？无，咱伫教会内底，当你行出去教会的时阵，有可能行毋知路无？有可能啊！有可能你弄唔着门呢？敢有可能？你行唔着羊条啊呢？你若弄着迄个插头的门要安怎对无？所以咱有可能拢有开唔着门的经验啦。当有真侪门的时阵，到底对一个才是原本咱要去的迄个门？到底对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啊？因为我出去食物件特别耶稣讲，在他以先来的是贼，什么意思？有别个门无？有呢，伫耶稣即个门设立进前，就有可能有真侪的门伫遐啦。所以因为有可能安怎？认唔着人啊！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啦。所以兄弟姊妹，你有看出讲，其实耶稣一直咧不断讲，我就是迄个门。你敢有法度找到即个门啊？那呢，咱要安怎以防家己行唔着门啦？吼！咱看起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毋是照着我，无有人会当到爸遐去啊！偏偏咱行唔着门的方式，就是安怎爱尊主做大，听命伫安怎耶稣基督的教导啦。兄弟姊妹，毋是干那找着门就会使呢？找着门无要去嘛是共款啊，对无？你找着门无要去，犹原安怎走受镣铐、插头镣铐，你犹原会安怎互人吞吃？所以咱必须爱知影安怎入门。你有没有入门啊？咱的生命敢有真正伫耶稣基督内底啊？咱来看这个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入门的第一个方式是啥物？求救、求告啦！咱来看这个第一，咱爱求主赦免咱的罪。当耶稣讲伊是道路的时阵，代表咱每一个人拢会透过伊的保护、的赦免，互咱会当行伫即条路，甲爸哥好啊！咱才有法度伫天父入去到上帝的国度内底。第二，咱爱有真理啊！当咱读上帝的话，读了后，领受了后，咱必须爱有警醒、反省的生命，恳求耶稣帮助咱的生命会当离开罪恶啊！第三，耶稣讲伊是生命，来求主掌管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保护，互咱生命的灵者会当得到上帝的供应。因为耶稣讲日用的饮食，他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三项是咱求救，咱的生命会当随时伫门内底啊，兄弟姊妹。咱必须爱安怎知影安怎面对靠耶稣的门啊？第三段，耶稣讲我就是。兄弟姊妹，当耶稣讲我就是的时阵，你心内想讲，敢是？是安怎是？我就是啦，我就是啦。第10节最后一节的经文讲，这个盗贼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啊！也就是讲，这个插头有可能为着要来领伊我，会给出许多诱因啊，会吸引你安怎？来，会吸引你安怎？你就慢慢啊上瘾啦，有侪的可能性啦，咱的这个世代有侪上瘾的风险啦，会互你调咧啦，互你不断安怎来去伊遐食物件，等待安怎
有一个好的时机的时阵，伊就要来甲你抬落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贼啊，随时拢伫咱的中间，佮亲像 AI 同款啊。哇 ，AI 出来了后，真假难辨啦。咱的网络的世代兴起了后，有侪的代志会互咱的性命失去判断的能力。当我们失去判断能力的时候，咱就安怎？亲像羊啊，羊群效应，对人行。人这个世代讲安怎要去对，你就讲好啊，对你去。兄弟姊妹，咱千万唔通互眼前所看到的、所听见的，互人迷惑去啊。其实，你的生命有可能一步一步踏入迄个死亡的道路啊。因为菜个亲像这个世界，侪错误的价值观、思想、教导，拢是离开你的主所教导你的话。求主来帮助咱的性命，互咱会当明白咱的牧者的特质是啥物啊？咱来会当知影要安怎来找这个门啊？兄弟姊妹，今仔日经文拢咧讲，这个门内的世界是安怎啦？我甲上帝讲，上帝。若是我若是一个真残的羊吼，我个偏偏无爱，我个要伫门外啦吼。我咧问耶稣讲，耶稣门外的世界是怎么样啊？我知道门内的世界你供应给我，你保护我，那么门外的世界是怎样啦吼？等我咧思考的时阵吼，伫咱的姊妹祈祷早祷会的时阵，咱咧读经吼，上帝对我讲话啊。咱来看启示录吼，22章14节到15节。那些洗净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在外面啊。我迄个透早，耶稣就甲我讲，门外面的世界就有这些啊。耶稣伊讲安怎？这个洗净自己衣服的是安怎？咱爱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安怎入去啦？可得到权柄，得到性命手遐。这甲主耶稣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性命是复合的啊！兄弟姊妹，门好靠的世界就是安尼，盗贼来为的就是要偷窃、毁坏啊！耶稣咧讲这句话之前，还有讲一句话，伊讲：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啦。耶稣基督，你最后的启示录一定对你甲我来宣告讲，我是迄个对头到尾的迄个供应者。兄弟姊妹，咱所相信的上帝，咱所军队的这个牧羊的这个牧者，伊是超越时间的，伊是宇宙万米的主宰，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一切，拢在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啊。不过兄弟姊妹，咱对耶稣今仔日的比喻，就看见讲有侪的世界的价值观，咧引诱咱爱离开上帝，离开主耶稣基督啊。耶稣佮一摆要对你甲我的生命讲，我来是要互羊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啊！耶稣来互咱看见，伊已经战赢死亡，伊已经对死佮活得到永生，伊也要应允咱，甲伊做伙得到永远的生命。除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以外，要搁等得到丰盛啊！兄弟姊妹，丰盛毋是讲会当互你真好囝呢。丰盛毋是甲你讲你有所求就必得，毋是啊。这个丰盛是啥物？这个丰盛是心中的平安甲满足啊。心中的平安会当真做，无论咱拄着啥物款临时的困难、临时的恶担当的事的时阵，心中知影我的牧者甲我伫地，心中知影我所信的迄个主是掌管世界万米的一切迄个主宰。当咱的生命面对着失望的时阵、失败的时阵，有可能常常拄着一个真恶担当的挑战的时阵，有可能是一个病的时阵，有可能是一个意外的时阵，
咱心中就会当知影，主耶稣一定安怎伫死人中高活，无有啥物款的代志会当赢过主耶稣的权柄。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不断伫经文中间强调，我就是啊。当耶稣讲我是的时候，毋知影咱的性命敢有真正知影讲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你敢有清楚知影耶稣就是啊？耶稣就是迄个通往生命的门呐。那安尼，咱敢有清楚知影，咱伫遮礼拜的时阵，咱面对的是啥？咱面对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当咱对这个世界讲我是基督徒的时阵，咱敢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甲款式？当我讲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敢有互人看见主耶稣的疼伫我的生命内底，影响互你身躯边的人。求主帮助咱会当更加克服主的话，互咱对主的疼，互咱对这个牧者的疼，毋是干那停留伫某一个时阵啊尔。兄弟姊妹，我是主羊。耶稣讲我是你的门呐。你敢有清楚你是啥的羊啊？你敢知影你的牧者是啥？当你讲我是的时阵，耶稣也要对你甲我讲，我是真理、道路，也是活命。愿你甲我拢会当加入主耶稣基督的门内底，清楚知影要安怎回去，清楚知影你的牧者是啥。我是主的羊。后礼拜咱要搁一摆来分别，到底你的牧者是啥物款的牧者？你敢知影你所信的这个主耶稣，伊是安怎的主耶稣？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牧者。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无论伫啥物款的境遇状况，当阮迷惑的时阵，当阮迷路的时阵，当阮惊吓的时阵，主啊，互阮知影会当通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来帮助阮，会当来求告主你。互阮会当时常祈祷来到你的面前，用主你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当阮读圣经的时阵，愿主你的话语真做真理，互阮知影主你要真做阮的瓦靠，用你的话语来扶持阮。主啊，阮也知，当阮伫你的内底，你就会当保全阮的性命；当阮伫你的内底，阮的性命就无搁有恶担当的惊吓。主，阮知，阮成做你的羊仔，阮游玩有会拄着困难的挑战、烦恼的事、艰苦的事。主啊，阮知苦难是随时会来。主啊，阮知挑战是随时会来。不过主，阮的心中知影，无论拄着怎样的事，你是阮的牧者。阮是你的羊，愿主你帮助阮，会当静静听主你的声，特别伫这个最最声音的世代环境的中间，主啊，我们搁一摆来宣告，我要甲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要清楚明白主你。当主你对阮的性命讲话的时，互阮会当清楚，会当随时听出这是主你对阮所讲的，互阮会当放落阮头前一切恶者所迷惑阮性命的一切，因为主，阮是你草场的羊，阮的性命在伫你手上。愿主你帮助阮中分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诚做阮的大牧者。主啊，中分教会也要搁一摆来宣告，阮是主耶稣基督的羊。愿要一生来跟对主你，愿要一生来称颂主耶稣基督。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是咱搁参加来吟一首信息297首，信息297首。只愿上帝愿意带我，只愿上帝愿意带我，稳过艰涩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权能，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永远养饲我，求你永远养饲我。这是请咱
敬酒聚会主日礼拜52人，现金是6880块，主日10个人，现金是310块。拜一妇女团契暂停，拜三基督会18人，拜六少年团契甲青少年团契聚会拢暂停。主日的事工分配讲道是潘家群团队，书会是林宏进长老，书琴是刘安琪同学，堂弟是黄丁秀长老甲李秀琴执事，敬拜是第三组，电子琴是黄恩婷姐妹。主日2是第三组，导播甲音控是黄家乐甲刘安德。电脑的导演是吴春草姊妹，交台是玛雅是甲李仁香姐妹。交通组有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娜兄弟。下周就讲事工的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李敏秀会长，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主理是麦雅会执事，司琴是黄恩婷姐妹。内底的家庭是黄兴华姊妹的家庭。拜四的探访家庭要伫黄文丽长老的家庭，轮值探访的种子是黄丁秀长老甲刘主义长老。拜六青少团契的聚会是弹性的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经是记载伫加拉太书5章20、29、26节。题目是过信心的轨迹。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0章第9节，咱做伙用台语的来念一遍。我就是门，若有对我立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华语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得安全，并且可进入，找到草吃。教会消息第1点。今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中纪会，要研讨母亲节、圣灵大讲节、野外礼拜的方案，以及献堂甲牧师奉立就任案，请中纪老部来参加会议。第2点，今主日要来报告3月份的会计的收支的小目，要嘛伫遐阁要来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上市的名单如下，请互我简略。有李玉洁、李婉欣、黄舒淇、老文典、李秀琴、张家安等。愿祝祝福生日快乐，福杯满溢。第3点，高雄中会要举办上年的灵修的联谊会，日期是伫4月14号礼拜日，地点伫盐埕教会，请有报名参加的兄弟，同工透早8点伫教会集合出发。第4点，本会要定伫后礼拜六4月18号暗时的7点半，要伫教会1楼举行欢迎潘家群团队的茶会，请咱兄弟来踊跃参加。第5点，高雄中卫财务部举行财务的演习会，日期伫后礼拜六4月18号下晡1点半到5点半，地点伫高雄中会事务所宣告大楼的5楼的会议厅。敬邀本会的会计、出纳甲各团契会计人员出席参加，费用是每人200块，这要由教会来支付。若要参加的兄弟，请黄丁秀长老来做报名。第6点，高雄中会团队部要定伫4月25号拜六上午9点到12点40分，会举行迈向100黄金10年的宣告大会，邀请张茂堂牧师专讲，后现代宣道、犹豫的宣道，地点伫盐埕教会，报名费是100块，只有意愿参加的兄弟潘团队来报名。第7点，本会6月7日要举行圣礼典，有意愿小仪洗礼、更新礼、成人洗礼，请伫5月10号进前潘团队来报名，以便安排上需要真理的课程。第8点，本会的妇女团契手工班创意编织手提包，日期是伫4月25号的拜六下晡2点，地点伫教会1楼。
要收材料费100块，且有姊妹踊跃报名来参加。第9点，高雄中会要举办圣经考试，日期是8月29号，拜六上午9点40到12点。考试的范围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详细的内容会公告伫教会公布栏，鼓励教会的兄弟来报名来参加。有意愿报名的，请林宏俊长老来做报名。第10点，高雄中会教社部要举办初级急救员的证照班的训练，有 CPR、AED 的操作、创伤包扎、骨折固定。上课地点是伫德和教会，时间是5月16号、5月23号，这2天。上课的时间是对早起4个5点到下晡5点。报名费是800块，请有意愿报名的判断倒来报名。报名截止到4月26号礼拜日截止。11点，各位兄弟若要爱2025年的奉献证明报税的，请到当地倒来索取奉献的收据。若要报税的奉献的人，会当伫伊遐有若是 IDE 的栏位填入你的身份证号码，公司的话就是填入你的统一的编号来做报税。第12点，下主日正道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18节，题目是为主舍命的牧人。这是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奉献。约定奉献有18人，现金是37300块。感恩的现金有3个人，现金是3600块。为着见证有4个人，现金是8000块。为着妇女团契有1个人，现金是1000块。为着主日学有2个人，现金是1500块。为着敬拜赞美团有2个人，现金是2000块。奉献总价是53400块。这是咱做伙起立来敬奉献时。主的平安等下中旨会请咱的中旨老部中旨会开了，搁要来煞开小会特别要来甲大家来先来公告咱一定确定5月31号一定要开始报名不过咱的邀请卡实体的纸本伫后礼拜寄出咱的教会嘛会兄弟姊妹恁兜若是有少年人会晓用线上报名，你个线上报名若无法度咱后礼拜会开始伫教会的中旨遐登记家己用手安尼写报名的所以你若是已经报名，就唔好伫线上报名所以无论你有学师无学师，拢爱报名，因为咱有即个纪念品要发送，要登记，要统计，所以兄弟姊妹特别来注意啦就是即个部分。还有即个圣经的考试就是毋万咱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的少年团契，看有感动要来做伙来比赛无啦我想这毋是干那是比赛啦是一个要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读经啦详细的即个内容我有请干事公布伫即个公布栏所以伊有分组分年龄制度啦最后
伊会用教会的总成绩要来排行啦吼，所以望咱台湾教会恁若有意爱读圣经，其实咱会当做伙来挑战做伙来去试看觅吼，因为咱即届考的即个3个部分，就是咱手抄圣经的即个3个部分啦吼，所以望咱的兄弟姊妹甲我做伙来组队吼，来争取啦吼为着咱的教会，因为若是有著名教会就有奖金啦吼，所以咱望咱的兄弟姊妹毋通惊咱做伙兴起即个读经的即个运动啦吼，会当你的好姊妹吼，你的好朋友做伙2、3个做伙来读经毋是要有压力的考试，是为着要做伙来兴起，会当做伙大家望渴慕上帝的话以上报告。这是来经上言510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圣子圣神，请咱起立来经转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脚得地。这个时阵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甲咱耽误小可时间吼。这个时阵我来甲咱报告吼，咱这个3月份咱教会的收入甲支出，以及咱4月份的兄弟姊妹的庆生会吼。来，咱来看咱的周报，先来看咱的周报来。咱的周报，咱有3月的收入吼，甲支出来，咱来看收入。咱的经常费收入是有收入155880块，全校收入有112900块，所以咱的这个收入总计是有268710块。咱来看个别吼支出的部分，咱的支出总计是有支出343117块，所以咱这个3月份的收支甲对除起来吼，咱拄啊有不足。74467块，咱的结存经常费的结存的金额是有1400406吼，1400406块。咱来看这个上个较这所在，咱的顶月建筑基金咱有存550784块。咱有加上咱即个本月收入有77000块，咱来减掉咱即个抵押利息的支出是47172块，所以咱即个本月的现金拄啊有存580612块吼。来，咱即摆有欠即个建筑贷款吼21296000块，咱来减掉咱即个。本月现金吼，就是580682块，所以咱即马目前咱的贷款金额是有不足吼2,0715388块吼。以上甲咱报告咱即个经常费，甲咱的建筑基金的即马目前的现况吼，互咱大家来了解
关心，好。咱即摆咱来举行咱即个4月份的庆生会吼，咱念着兄弟，咱马上来台前即个所在，咱甲咱祝福咱的生日吼。我遮祝福有甘露，有李义杰、李婉欣、黄舒淇、刘文典、狄秀琴、张家安，来，张家安，来过来，来。安全，咱有来，咱来头前好不好？来，咱徛好势，咱搁来唱生日快乐歌。好，赞啊！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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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团队来，团队你的代志啊，咱请为寿星来祈祷。咱做伙为着寿星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为着这个月的寿星来祈祷。主愿相信，阮的性命拢在伫你，愿主你来祝福阮的寿星，互阮这个寿星无论伫工作家庭，也是讲课业未来的选择愿主你来带领，愿主你的智慧甲因三角地地，福音无论行到倒位去，伊拢称罪做主你最大。因的性命要一生称做主你，愿主你来供应因的需要，互因的心灵，主耶稣你拢知影，互因会当伫你的平安内底得到祝福甲平安。主愿感谢你，阮将以上的寿星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一个生日礼物吼，要来送给寿星，咱请团队来颁发。咱最后吼，咱讲一句祝福寿星的话，会记一下吼。来，1、2，咱我讲1、2、3，咱来讲吼，1、2、3，祝恁生日快乐！上帝赐我你好，请回坐。现在今晚咱再起立，咱再唱必会祝福歌，主耶稣找见我。